中央宣布3级警戒延长到7月26日，咱台南除了依照中央的指导，嘛因应在地做出调整。面对7月13号未解封以后，市场表示是期待各惊受伤害，所以要求一定要做好防疫。其中观光旅游的部分，先开放虎头埤等7个风景区，只是户外冇上济500人等严格限制。那在我们户外场所的部分呢，我们就有风景游憩区，那主要就是虎头埤风景区以及我们的双春滨海游憩区、个人堂屋它允许的是室内的一个使用。那在第4呢是德源埤，我们葫芦埤我们的自然公园、关子岭的水火同源，以及关子岭保全温泉的一个空间，公园的一个空间那每个场域都有我们一个容留的一个限制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些场域都非常的大那我们原则上呢，遵照中央的指示，那我们就相对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个做法，我们大概控制在容留人数大概是4成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人数比如说像我们的虎头埤风景区，我们是以500人为上限那我们不开放承运，那我们下午4点之前这跟中央也是一样的4点之前我们4点就会截止入园。另外，台南市内高级甲艺文场所也是维持原本的防疫甲严格管制人数的条件。我们有非常强的一个有管制，那么在户外空间的话，我们在2级管制的时候，譬如义在金城是500人，那我们现在就维持在250个人。那室内的独立空间，我们是以每人2.25平方米，那上限不超过100人。那如果室内的空间在10以下，那么我们就不开放。那另外在饮食部分，我们也是落实使用隔板、梅花座，那有固定的集中的地点的用餐，那禁止边走边吃及试吃招揽。所以在这部分，我们也会很严格要求我们委外的相关的。那另外就是我们有很多民间私有的这些地方文化馆、博物馆的部分，我想我们也会依照我们官方的一些馆舍的一个处理原则，让这些私有的馆舍比照我们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局进一步表示，因为集会活动维持停办，所以目前专期的艺文表演依然继续停演到7月底。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